雖然話有教咗20年關於領導心理學啦，喺咩都未掌握嘅時候咧，曾經咧係害過或者影響過好多同事，令到佢哋唔開心。我其實畢業咗2年幾咧，就要做一個小嘅部門領導，自以為是嚟一路除啲同事啦。咁後來有一個轉變咯，又覺得要做一個受歡迎嘅領導，要做好好先生咯。咁到嗰陣時咧，嗰個團隊目標又達唔到。自己又覺得好辛苦，其實我更加想同大家分享咧，就係自己嘅跌跌碰碰。大家點樣融入我哋會介紹嘅 management theory， 就係其中一個啦，情景式領導啦，同埋5分鐘嘅 coaching 啦，做到2樣嘢嘅，就係配合唔同同事成長嗰個 stage 嘅時候，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呢個介入，同埋見到同事達到目標嘅時候，我哋點樣去讚。同事達唔到目標嘅時候，我哋又點樣做一個 coaching， 令到佢嗰件事唔係話佢個人嘅能力，而係大家一齊共同去達到團隊嘅目標。